大家好，我係陽光仔，今次嚟到德寶花園為業主進行更換溶化膠邊同防漏工程。今次呢個單位冇大型嘅窗，所以做防漏工程嘅時候就唔需要搭棚啦。然後就會逐一拆走窗褥，搬到後樓梯更換配件。可以見到鋁窗嘅內外膠邊出現輕微嘅溶膠老化情況。而業主因為今次及早更換膠邊，令到施工嘅時間大大減低，所以就慳返唔少嘅維修費用啦。嚟到防漏工程部分，可以見到防水膠已經出現龜裂嘅情況，所以大家記得要定期留意防水膠嘅老化狀況，避免露台出現滲水啊！而維修嘅過程當中，如果有任何嘅疑問，都可以向師傅提出，佢哋都會耐心解答你㗎。我哋下集再見。